果的話呢，比我的臉更加大啊！給大家看一下，噔噔。俾面大嘅蘋果，買個俾牛頓睇下先。歡迎大家來到甘肅的小快活。甘肅這一次的試開會的話呢，有帶了幾瓶的蘋果，新鮮的蘋果。這個蘋果的話呢，比我的臉更加大啊！給大家看一下，噔噔。跟着呢，我們還有呢，我們新鮮吉尼蘋果的果汁，全是純天然，沒有加糖，都是天然的果糖來的。希望大家來嘗一下嘍，謝謝。今天呢，在这剥過蘋果，你看這全都是賣過的。蘋果汁，那個蘋果也是沒有剩多少了，這邊都是賣完的了。等小編過去睇下，點解咁火爆先？甘肅嘅蘋果爽脆清甜，好有蘋果味嘅。如果擺喺屋企咧，一屋企都係蘋果味嘅香味，好好食。食完仲想食嘅，佢冇防腐劑嘅，咁你可以放1個月都好，只要唔好曬。新鮮空殼，好運過嚟。講到攰，小編都飲反子先。